救肺寶呢個係我自己研發嘅，呢個產品佢係預防呢擺呢個肺炎嘅。如果大家相信我，因為呢個產品我已經俾好多人用過啦，已經病緊嘅，已經好唔緊要唔舒服噶啦。食咗呢3日呢，佢已經覺得輕咗啦。咁樣到後尾呢，食到4日5日呢，佢就呢個病都冇咗啦。所以講唔需要死咁多人，大家相信我啦，試下睇用我自己研發嘅產品，因為呢個產品呢係我自己卡嚟一直咁樣食用嘅一個好產品。我一有唔舒服我就食佢㗎啦，無論傷風、無論咳、無論扯蝦、無論氣臭，因為我家族係有扯蝦嘅，所以講呢個產品呢食咗呢，我扯蝦病呢就冇咗啦，唔多見佢會有嚟啦。以前一落水我就會有覺得唞氣艱難㗎啦，到今日嚟講係冇咗呢一件事啦。大家試下睇，既然依家死嘅人已經上萬啦，如果係3萬、4萬、5萬、6萬，如果你仲係要硬頸嘅，嗰啲係你自己面對啦。呢個係中醫中藥嘅一個奇妙嘅產品，係卡嚟救人嘅。你咁星藥茶係我本人，係我自己創立嘅。家父在生嘅時候，曾經同我出去看病人，我係好心痛。睇見病人仔病，用我哋嘅藥，佢已經有好嘅轉機。但係一樣嘢，因為家父出去醫人係冇收錢嘅，所以當要再買藥嗰陣時，已經自己本身都唔得掂，點樣仲去買藥？唯有放棄。到今日，我李錦星本人，我創立呢間公司，我個心願係唔想睇到呢今日個社會死人已經上萬。其實問題喺邊度？我係希望大家用思想分析一下，由封城到今日，係咪病有落過？針咁多人打開，有唔有落過？問自己，唔好問我。但係我希望每一個人都響死嗰度走返出嚟，繼續落去再死嘅唔係死人，係人瘟。嗰個係死人仲緊要過而家嘅，但係我哋都已經準備藥。如果你講終於冇咁樣嘅工作，咁樣係你自己放棄你自